来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进前发表着谈话，讲中国要变更台湾，毋是为着领土的完整。那真正是为着领土的完整，那呢中国为什么不爱甲进前，互俄罗斯霸占的土地讨回来呢？赖总统安尼讲袂得哦，这亲俄罗斯的骇客真不满，对台湾发动着网络攻击，政府甲一寡银行的官网连续4天拢互攻击。其中这个证交所来回应讲，半点钟内就排除状况，无影响到交易的系统。朱安署嘛讲会继续来监控。中国要并吞台湾，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啊。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，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爱文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呢？没错。总统赖清德讲这话，引起了亲俄罗斯的骇客组织对台湾的政府甲银行发动网络的攻击。挂台湾国旗伫 Telegram 发布声明，讲到提醒台湾人北京控制这个岛只是时间问题，放下台湾网站，将接力棒交予阮人民网军的朋友。为7月开始连续发动攻击，鼓励网络等成果，锁定总共10个县市税务局攻击以外，连6都新北市、桃园市嘛受采用。另外，金融业、兆丰金甲中华银行嘛受到阻断服务的攻击，业者证实讲确实有这个代志，不过拢有效防卫，无重大影响。另外，连证交所嘛被攻击，为昨下晡3点开始，有大量来自国外 IP 发动无效的查询，数量比平常时加几啊倍，造成网页服务无稳定。不过伫半点钟内已经排除，强调讲无影响到交易系统。这摆发动攻击的骇客 NoName 057去年3月成立，捌对乌克兰、美国、加拿大等的政府部门、媒体机构，也是私人的网站发动攻击。另外一个团体是 Reaper， 两个拢是亲俄罗斯的骇客组织，伫网络顶点名台湾发动攻击。治安署是回应讲，将会继续监控，协助机关共同加强保护加应变，袂互无辜的单位变成受害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